你看他这个动作，啊，他很有手劲哎。对呀，不然那个亲生负担那边哪个了？那啊，他说不够啊，他说人这么多啊，好再来。雷棒上注记模范奶奶的荣誉，对已经100岁的阿婆而言，擂茶早已深深烙印在生命里。他这是他是来人。他是8岁吃茶吃到现在。哪个我自己当也是旱菜，没得改用。他说他坐月子都不吃肉，都吃咸菜。儿子透露，母亲几乎一日离不开擂茶，靠擂茶温饱，坐月子也吃擂茶，茶叶、花生、坚果细细磨出营养。啊，主播，上来试试看啊。哦，有刚叫我试试看，空洞模案果看起来不简单呢。和一般风味有些不同，广东客家擂茶里多了刺5加，是补气的小秘方。豆干、各式蔬菜混合炒饭，再加上擂茶的擂茶饭，在台湾很罕见，里面藏着阿婆年轻和丈夫从广东来台时的思念。那这个就是我爸爸妈妈的37年的台湾的传票，啊，他是民国37年6月15号，啊，来从汕头到基隆。一起带来的家当还有广东和田沉甸甸的擂钵，有着历史和记忆。孩子的歌声仿佛唱出了阿婆的心情。快到家里，快到家里，妈妈看着真欢喜。100岁的阿婆每天都要吃擂茶，这其实就是她的生活，也是儿媳极力要推广的客家长民文化。唔吃做康啊，康到冇按改；唔吃做康啊，康到冇按改。